保時捷356係保時捷父子於1948年推出嘅首款掛 Porsche 標誌嘅跑車，從此開啟品牌傳奇。費迪南德·保時捷曾經講過：當我環顧四周，卻始終無法揾到我嘅夢想之車時，我決定親手打造一架。大部分嘅車為生活而生，有啲車則為銘記夢想而做。今日同大家做個簡單分享，一台工業藝術品要點做保養，有咩核心細節要注意？相信擁有經典車嘅車主都非常愛惜自己嘅愛車，打算一直保留收藏，當作珍藏品，希望可以代代傳承。對於經典車嘅日常養護，我哋總結出以下幾大建議：一、定期專業養護，選擇做開經典車型嘅服務中心，指定熟悉經典車嘅技師施工。因為經典車型同現代車型完全唔同，需要有經典車維修資料、專用工具，技師有經歷過傳統燃油供給與點火系統，而非僅擅長現代電子系統。所有保養維修記錄需要有完善系統完整保留，唔單止保護車輛價值，亦都可以為後續維護提供參考依據。保養時需要重點檢查發動機功放、懸掛系統，尤其老款車型常見嘅線路老化問題。二、油品與配件適配，使用 20W50 保時捷經典車專用油，原廠經典車零件，部分零件可以使用特殊工藝定製。三、老化部件預防性養護，橡膠件，比如油封、管路；電路系統，比如線束，呢啲都係常見嘅老化高頻更換件，需要提前預防性更換維修，避免突發故障。四、漆面與內飾養護，定期做清洗及護理，比如漆面手工打蠟、內飾皮革護理等。五、適度行駛與存放，長期停放需要定期啟動使用，每半個月至少啟動一次，行駛或者怠速運轉30分鐘以上，保護電池性能。存放環境需要乾燥通風，可以使用優質車衣防塵防潮。港珠澳保時捷專業經典車整備、維修、翻新、養護，以時光淬煉匠心，用細緻守護傳奇。經典保時捷嘅保養係與機械靈魂嘅溫柔對話。